所在。圣殿是上帝伊的厝，伊嘛是基督的殿。所以呢，咱有主因光着现，地下有所欢喜，也归世主无比。好，第一节咱搁一解哦，吼。我爱上帝圣殿，如主因光着现，地家不断欢喜，也归世主无比。第二节，这是基督的厝。咱来看第三节的歌词，我爱活命的话，团主奇妙所做，悲伤会受安慰，平安快乐相随。第四节咱讲，我爱伫遮吟诗，学录上帝慈悲，欣慕天顶圣诗，称赞救主圣利。第五节，求主赐阮恩典。一生听你无别，后日伫天见你，圣徒一齐赞美。吼，这个后壁是赞美，毋是学录。来，咱来唱第三节。求主赐阮恩典，一生赐阮恩典，后日伫天见你，圣徒一齐赞美。哦，上帝赐咱恩典，咱一到天顶，开始做三件。来，咱即摆过来看191首。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吼，这首歌呢是一个有马来西亚的这个风格，吼，尤其是在伊后面滴答答答答，吼，它这个都是有那个马来西亚的风格。另外呢，这个歌内面佫有真侪迄个装饰音跟滑音，吼。那就更增加了它有这个印度的这个风格哈，所以呢，咱来唱的时阵吼，咱家来较注意来，咱来唱看第一节哈。来，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却是阮眼目主要所反复。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却是阮眼目主要所。世间真假，你有挂山好行，阮地转转会行你公平，哈利路亚。好，来，我们再一次哈，比较不行哈，快去改，预备起。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却是阮眼目主要所，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却是阮眼目主要所。
月节再来一次。你的话实在最光卡的定，你的话顺用主要的啊，你的话实在最光卡的定，你的话顺用主要所有的啊，时间之间，你是荒野。唱到哈利路亚时阵，就要搁较快乐的哦，吼。好，来，咱过来看信息，245首。好，245首安尼讲，厝体若毋是主甲咱起，吼，厝底若毋是主甲咱起，起做是拍算工；城若毋是主守朝卑，就人过城空空。恁早早起，活到暗暝，趁食是无彩工。咱困的时，主将好物互伊所疼的人。这首歌就是讲呢，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赏赐的恩典。吼，这第3节伊佫讲，子孙济济，伫厝将整齐，哪准勇士的钱？囡仔大细是主宝贝，是咱产业福气。咱的子孙是上帝赏赐的宝贝，甲产业甲福气。吼，好来，咱来唱这首看卖。吼，来。厝若毋是主甲咱起，起做是拍算工。城若毋是主守朝卑，就人苦守空空。最早早起活到暗暝，趁食是无彩工。咱困的时，主将好物互伊所疼的人。第3节，子孙济济伫厝整齐，哪准用私的钱？囡仔大细是主宝贝，是咱产业福气。第3节，佫一届。子孙济济伫厝整齐，哪准用私的钱？囡仔大细是主宝贝，是咱产业福气。好，咱来准备今仔日礼拜。
即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打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骹摇错，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看，保守以色列的无顿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请大家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72首，圣诗第272首。阮爱上帝圣殿，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这是
请咱三甲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要学落你，阮要感谢你无比的恩典。伫万民的中间，你特别拣选阮成做你的子民，有份伫你的救恩。当阮就用圣洁的生活，旨意伫福音的传播，来回应上主的呼召。慈悲听阮的救主，阮今伫遮也要为着再次为着阮台湾即块土地以及世界的局势，来向你恳求。伫国内对去年开始，因为立法院的乱象，阻碍着政府的施政，也引发着国家安全甲宪政的危机。伫全世界各地，俄罗斯侵入乌克兰的战争也未止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战事也搁继续。伫顶礼拜，阁有以色列甲伊朗之间的战事来兴起。另外，阮也看见美国总统川普对伊就任到今对人权甲民主体制的侵害，也引发大家对伫民主制度失灵的疑虑。主，阮心内实在惊吓，阮内心不安，毋知影阮的后代是毋是会当甲阮即世代共款，会当继续享有安乐和平的生活。总是当阮每一届回头回顾阮所行过的路途，阮总是看见主你满满的拯救甲奇妙的恩典，也因为安尼，阮对阮的前途再次充满了盼望。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虽然有侪苦难甲考验，但是每一届的考验，拢因为主的权能，用阮人无法度想象的方式，带来正面的改变。但因为立委的乱政，引发着公民团体发起罢免立委的运动，已经有20多几个成案，特别伫7月底来投票。恳求主，你保守投票的活动顺利来进行，互民意会当得到展现，互民主重回正确的道路。慈悲听阮的主，阮常时也相信主你的大权能要再次临到。阮相信主你要管教遐个强迫的国家甲政权，主你要扶持遐个受压迫的、讨放受苦难的百姓，紧紧来恢复着世界的秩序。听阮的主，阮也再次为着阮后一代的信仰教育来向你恳求，恳求主帮助阮做父母甲长辈，接纳每一位囡仔心中有上帝所创造无共款的特质，了解上帝予因的恩赐，培养囡仔独立思考的能力，尊重因所做的选择，也伫因成长的过程中间用心来陪伴，用上帝教示阮的道理，因带因行伫正直的道路，一世人拢无摇错。祝阮再次也孝念阮教会内的肢体，特别是侪年长的长辈，恳求主你眷顾遮个尽忠的奴仆，坚固因的心灵甲身体，医治因的病痛，互因继续来享有平安快乐的生活。但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主你在早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27篇，圣诗后面第1047页。启用文27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诗篇第113篇。咱三甲来启用。
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辖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尘埃地泼散赤人，互因甲贵族排做伙。伊互袂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91首。圣诗191首，伊的话实在做阮骹前的灯，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答阮陪伴家己伫主的面前，恳求主帮助阮放下阮所有的看虑，因为阮明白主，你要较赢世俗权势，你要伫地面上掌权，阮要看见你的荣光显现。要伫你的赏赐的平安中间，继续勇敢来向前行。主，阮也感谢你，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教阮支持，用你的慈悲听阮、看顾阮，恳求你保守阮，对你的仆人张嘉文牧师传达出的你的话语，互阮的心灵来得到透放，重新得到快乐。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来活出基督的款式，为着主你的福音来做美好的见证。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8章，以赛亚书第38章第9节到20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希西家王，犹大王希西家病好了后，写这首诗。我想讲，我伫壮年的时，就离开世间，行入阴间的门，袂当享受我所剩的日子。
我想讲，伫活人的地，我袂当搁见着上主；伫世间的自面中，我袂当搁看着人。我住的所在受拆，亲像牧者的布片受刷走。上主亲像织布的人，将我的性命卷起来，搁对织布机加布剪长。伊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我规暝哀哭，直到清早。伊亲像狮拆碎我所有的骨头，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我亲像婴仔啾啾叫，亲像粉鸟咕咕吼。我摇头望天，目睭圆圆映夜神。我受气压，主啊，求你解救我。我会当讲啥物？伊甲我应允，嘛有照安尼做。我心神苦痛，失眠，郁卒过日。主啊，人靠你来活，我的心神对你的应允得到溃烂。你有恢复我的健康，互我继续活落去。我受遐尼啊大的苦痛，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你拯救我的性命，脱离灭亡的深坑，将我的罪ฮ็伫你的脚趾后。因为阴府袂当感谢你，死亡嘛袂称赞你。遐会落阴府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活的人只有活地的人会当称赞你，亲像我今仔日安尼。做老爸的袂互因所有的囝儿知你的信息。上主要拯救我，阮要一世人伫上主的厝用弦乐伴奏唱歌。愿上主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时，请妇女团契用诗歌带了咱来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
即时请张嘉文牧师讲道，希西家的俄罗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带妇女诗班带领咱来敬拜，讲到丰富甲大海，拢是生命的色彩；丰富甲大海，拢是上帝的主宰。咱所倚靠的上帝，是超过丰富甲大海的主，一切拢在伫伊的手中掌管。今仔日，咱要通过以赛亚书第38章第9节到20节。也就是希西家的俄罗斯这段圣经做伙来思考。伫顶礼拜咱所读的是38章的前半段，讲到希西家伊是犹太国一位敬畏上主的君王。拄伫伊壮年的时阵，伊得到重病，用要死，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甲伊讲你的护士着爱交代来办落好势，因为你会死。你的病是袂好的。迄当时希西家伊就活转身，壁来祈祷，上帝来恳求。然后上帝有听伊的祈祷，应允伊有15天的活命继续。所以今日咱所读就是希西家伊的病好了后，伊所写的一首俄罗斯。这首俄勒的诗歌，伊毋是一首真轻松、真简单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对伫希西家伊面对死亡的阴影，然后对伫迄个中间行出来，伊对伫生命有新的体会认捌了后，伊所发出内心的俄勒。通过这首诗歌，咱会当看到一个人，伊对伫绝望，然后到伫噩梦。对伫惊吓不安，一直到伫感恩、懊恼，一种生命的转变的历程。希西家的经历，对伫今仔日会面对种种困难的咱来讲，会当带来深刻的一种的启发甲勉励。现在咱做伙来看希西家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学习伊对伫困境的中间，伊所学习到的迄种属灵的功课。咱来看经节的10节到12节。第10节，希西家讲，伊讲我伫壮年的时就离开世间，行入阴间的门，袂当去享受我所存的日子。迄当时希西家伊拄是差不多大约39岁，39岁，嘛拄好是人生上界有成就感，会当去实践伊人生目标的一个阶段。迄个时阵，伊的地位、声望、工作的能力、伊的经验等等，拢踮伫一个真高峰的一种状态。希西家伊诚做君王，嘛拄带领伊的国家要迈向复兴的一条道路。但是，就是伫安尼真关键的时刻，死亡的阴影突然间大瓦临到伫伊。伊即种对伫人生的高峰。两边跋落伫一种面对死亡的处境，这带予伊本身有非常大的冲击。希西家讲伊家己是行入阴间的门，相信伊对伫迄个行入阴间要面对死亡，这种伊带来真深的一种惊吓甲打击。对伫伊来讲，死亡代表啥物？死亡就是代表伊爱停止伊所有人生的计划。伊需要去放下伊的使命甲责任，然后伊必须爱结束所有达层面的关系。接续第11节，希西家伊讲：我想讲，伫活人的地，我袂当阁见到上主；伫世间的子民中，我袂当阁看到人。这表示伊心中的迄种惊吓甲不安，嘛代表讲伊无法度伫活人的地。阁见到上主，甚至阁看到人，这表示有两种的隔断关系的隔离隔断。头一种是甲上主的关系，对伫一个敬畏上主的人来讲，伊甲上主的关系若是隔断，可能比死亡肉体死亡更较互伊感觉真不安。所以希西家伊的生命的意义是建立伫伊甲上主的关系。若是失去这种的关系，
经文讲活人的地，我无法度搁见到上主。即句话若是伫旧约圣经的理解来讲，意思就是代表伊无法度搁参与伫敬拜内面，特别伫圣殿内面的敬拜，伊嘛无法度搁伫上主的圣所的内面，甲上主有相拄即种的经验。搁来，伊讲到讲，即种的隔离隔断是甲人中间的关系。希西家想到伊无法度搁见到伊所疼的厝邻的人，伊的忠臣、伊的奴仆，包括国家的百姓等等，伊无搁再有机会甲因做伙生活、分享生活，嘛无法度为着因的福利来做虾米款的努力、尽责任、尽伊的使命。所以，即种是代表伊甲所有的关系，拢必须爱因为死亡来切断。所以，即个死亡带予伊是真深的一种的痛苦。搁来12节有2个譬如，12节讲到讲我大的所在受拆，亲像牧者的布边受刷走。上主亲像织布的人，将我的性命卷起来，搁对织布机甲布剪断。伊伫一日的中间就要结束我的性命。伊讲性命亲像啥物？长病，长病就是暂时的。对伫古代游牧民族来讲，因所带的长病是暂时，因为因随时都爱准备爱清刷，然后即个长病就需要来拆掉。希西家用安尼的譬如咧讲，性命实在是暂时久的。伊的身躯就若亲像长病，看起来。那亲像真稳固，但是随时就是受拆掉，然后爱清刷。佮讲性命亲像织布共款，咱知影若是伫织布机顶悬的布，若是织了后，即块布若是织了后完成了后，即工会将伊即块布对伫织布机的顶面来剪断。即个比如甲咱讲啥物？讲就是性命是有设计有目的的布。的长底，就若亲像性命的长底，是上主在决定的。死亡虽然是结束，但是嘛是在代表一种的完成。所以经常讲上主要将我的性命对伫织布机的顶面来剪断，就表示希西家心中真清楚，这是上帝的主权，嘛会当讲伊是对上帝主权的一种的认捌。这段经文，互人看到一个敬畏上主的君王，其实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的心中嘛真侪惊吓甲无助。希西家伊虽讲是一个君王，但是伊嘛真实来表达出伊内心的挣扎。这嘛甲咱讲，对伫一个会承认性命的脆弱甲有限的人来讲，这是行真正认捌上主的头一步。就是人会去意识到伊的有限，认捌家己的有限，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更较要紧的是，伫这个有限的日漫的中间，要怎样学习，会当对着人的软弱来转来上帝，来倚靠。所以希西家的故事甲咱讲，当人若是面对软弱或者是有限的时阵，也是咱爱学习祈祷倚靠上主的时阵。再来，咱看经节的第13节到15节，希西家伊安那个描写伊伫即个病痛中间的痛苦。伊讲我规暝哀哭，直到清早，然后伊亲像狮拆碎我所有的骨头，伫即个中间就要结束我的生命。我毋知伫咱的中间，敢有人经过迄种真大的痛苦，或者是经历真严重的病痛迄种的经历无？若是有即种经验的人，拢知影，其实有时阵到伫迄个暗暝的时阵，会感觉真孤单、真恶得度过。迄个时间就是暗暝，因为迄个痛苦的感受，会伫暗暝来到的时阵，会更加清楚，会痛痛。迄种惊吓不安，嘛会伫暗暝的时阵更加强烈。所以当希西家伫即款的暗暝，伊伫遐内心非常的逼迫艰苦，伊只有是选择用规暝的哀哭，一直哭，哭到清早。
伊毋是选择毋敢表达伊的情绪，然后吞忍藏伫心肝底，伊乃是选择规暝哀哭，一直到清早来透放伊家己内心的挣扎迄种的情绪，表达伊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想，这对伊来讲，毋是被动的忍耐，是伊家己意志上一种主动的选择。意思是啥物？就是伊选择要伫家己上界痛苦的时阵，伊要用规暝的哀哭，用啼哭来祈祷，来消除上主的同在。希西家佫讲伊亲像狮拆碎我所有的骨头。伊伫形容讲，这是上主的管教，伊无将即种拆碎骨头、即种的痛苦，讲这是出自魔鬼，或者是出自其他的原因。伊坦然承认，这是出自上主的手，这嘛是伊家己一种对伫上主的主权的一种的体认甲认知。所以接续伫14节，希西家讲我亲像婴仔啾啾叫。嘛亲像粉鸟咕咕吼，我举头望天啊，然后伊的目睭是因为一直不断望天来感觉野神，讲我受欺压，主啊，求你来解救我。因为这个病真严重，希西家连讲话的声音拢亲像婴仔在叫，亲像粉鸟在吼。什么款的意思？就是非常的细声。无有气力，甚至声音是两边有，两边无。用这种真活的譬如来描述伊身躯迄种的衰烂，嘛更加表达出伊内心虽讲是真细声，无有气力，声嘛两边有，两边无，但是伊悠然继续在消吹上主，在呼叫上主，伊想要对上主来靠赖，来讲出伊心中的痛苦。经在讲伊的目睭因为夜目望天，目睭花来野神。这在表达讲希西家伊不断地夜目望天，意思就是伊继续无放弃，一直不断地用祈祷来仰望。就算讲伫上界软弱的时阵，伊悠然地选择夜目望天。这种坚持无放弃的祈祷的态度，就是表达伊对上主实在是伊为伊的拯救者，这种对伫心中所发出深深的期待。15节嘛显示出希西家伊的心态，对伫安尼有一个真要紧的转变。15节讲我会当讲啥物啊？伊甲我应允，嘛有照安尼做。我心神若是苦痛失眠不足过日，但是伊有甲我应允，嘛照安尼做，我会当讲啥物？所以这个我会当讲啥物，是在讲出伊毋是绝望的表达，伊是一种的幸福的告别。希西家经过内心的挣扎甲痛苦，规暝的啼哭，伊认捌到面对上主的主权，伊是掌管者。对伫有限甲软弱的人来讲，人无法度讲啥物。这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对上主有绝对的主权的一种的承认。伊佫讲，伊甲我应允，嘛有照安尼做。伫中文的译本译做这是上主的作为，就是显示出上主的话绝对是可靠的。因为上主若是讲要管教，伊就管教。上主若是讲要医治，伊就医治。上主的话是可信的，应允也必定会成就。然后希西家伫这个所在，伊就是在学了上主的确是信实的主。咱会当看见希西家伊对伫这个边所带予伊内心痛苦的挣扎，一直到伊愿意幸福的这种的祈祷，为着伊会对生命的看法。有一种新的眼光视野来得到拍开，因为当一个人若是真正会当愿意来放下家己去掌握家己，或者是放下家己的迄种主要控制的权利，将这个权利交代予上帝，交托予上主的时阵，伊就会当重新看见生命的意义。
希西家伊做性命一个告别，伫经节中文的圣经讲：我要为你来活。伊经过即段的病痛、挣扎了后、痛苦了后，伊讲我要为你来活。伊有即种的信仰的体会，是因为伊经过困境，行过即种的困境甲艰苦，然后突破了后，伊做即款的告别。咱看经节的16节到17节，台语的圣经讲主啊，人是靠你来活，然后我的心神是对伫你的应允来得到快乐，因为你有恢复我的健康，互我继续活落去。中文的圣经讲主啊，我要为你来活，单单为着你来活，啊求你就医治我，互我会当继续来活落去。希西家伫即个所在，伊做出真要紧的信仰的告别。这段经节的核心，拢指引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伊甲上主的关系。因为希西家伊有去体会，若无有上主的性命，迄个性命就毋是真正的性命，迄个性命只不过是存在那定。因为一个真正的性命是需要甲上主有连结，是有关系的性命。才有可能伫上主的疼甲旨意的中间来超出活地，或者是性命的意义。这就反映出圣经真要紧的真理，讲人的本质是关系性的，人的本质是关系性的。因为人受造就是为着要甲上主来建立迄个关系。当这个关系若是健康健全的时阵，人才会当真正活地。若是当人甲上主的关系来破坏了后，人虽讲是肉体存在，但是灵性已经死亡。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捌讲过一个真要紧的概念，伊讲信仰上界要紧的，就是活伫上主的面前，就是讲咱的生活爱用上主做中心。咱知影上主一直在观看咱，爱咱照伊的话来活。接受伊的引带，接受伊的管教，接受伊的塑造。若是当咱学习伫上主的面前正确来活地的时阵，咱才有可能伫其他的关系中间来活了有意义。包括如何面对咱家己，嘛包括咱如何面对人甲人中间的相处，包括咱知影要怎样来活点伫即个世界。经节会来到17节，17节是这首俄罗斯上界高调的所在。伊讲：我受遐尼大的苦痛，确实有互我得到利益。伊虽讲受苦，但是伊确实有对伫痛苦的中间得到利益。佮讲你拯救我的性命，脱离灭亡的深坑，将我的罪ฮ็伫你的脚趾后。这个经节这一节17节，伊讲到有3个重点。伊讲苦难有伊的利益，有伊的目的。因为希西家伊所体会经历的苦难，毋是拢总无意义，乃是甲上主有一个真美好的连结，会当带来伊甲上主中间一个真好的关系的一个目的。为着毋是干那互伊的身躯得到健康。乃是伊的内心经过挣扎，伊对主较侪认捌，然后伊甲主的关系会当拉和谐。佮来佮讲到上主的拯救是出伫疼，希西家伊知影上主来救伊的动机，毋是伊真有成就，毋是伊做好真侪真高真伟大的事，这拢是因为上主的疼。这个拯救的根基。对伫人的成就，或者是人真高的行为，得转移到其实拯救的本身是上主伊所会当做，这是伊的属性，这是稳定的。所以，伊伫即个中间去体会，伊会当得到安尼拯救，完全出自上帝稳定，是因为疼的关系。过来，伊佫讲上主的赦免是完全的，因为伫经节的中间讲。上主将伊的罪ฮ็伫伊的脚趾后，ฮ็伫伊的脚趾后，这是一种嘛是真活的一种的描述。因为希西家讲上主无将伊的罪来纪念，乃是将伊的罪ฮ็伫后面，
意思就是主完全彻底来饶赦伊，来帮赞伊，来赦免伊拢总的罪。所以，当一个人若是真正去经历到上主拯救的恩典的时阵，伊就真自然会产生回应，回应这种恩典的一种的渴望。希西家毋干那重新得到性命，更较要紧的是，伊重新认捌性命的意义。这种真深刻属灵的经验，毋是干那停留伫伊个人的层面，甚至伊对伫伊的个人，伊要带到整个的群体。就那亲像保罗所讲，阮若拄着患难，是要互恁来得到安慰甲拯救。所以拄着痛苦患难，是要互人来得到安慰甲拯救。所以希西家详时，伊也明白伊的责任甲使命。经文来到18节到20节这个段落，伫18节到19节有提出一个真要紧的对比。伊讲，因为阴府袂当感谢你，死亡嘛袂当称赞你，遐个落阴府的人袂当期待你的信息，只有活的人，只有活地的人才会当称赞你，亲像我今仔日安尼。做老爸的要互伊所有的囝儿拢知你的信息。伫这段经节内面，希西家伊指出，其实死亡是有限制，因为死人袂当讹落上主。因为伫旧约的理解中间，死亡就是代表甲上主的关系已经完全隔断，伊无法度参与一个敬拜的群体，嘛无法度阁经历上主的同在，所以人会真惊无法度阁有敬拜、感谢讹落上主的机会。这个认捌，互希西家更加珍惜伊活地的机会，伊更加感谢上主来延长伊的活命。希西家讲活地的人是有责任甲特权的，因为活地毋是指一种状态，是咧指活地的人有权利，是一种上主特别的恩赐。因为每一个活地的人，拢有讹落上主的责任，这毋是有也好，无也好，这是对生命本质的要求，是对伫上主的恩典一种真自然的回应。所以希西家讲，对伫安尼恩典，做老爸的，就爱互伊所有的囝儿拢知上主的信息。这句话伊嘛伫强调信仰传承的要紧性。希西家伊认捌到，伊毋是干那经历，然后家己感谢讹落上主，伊嘛仰望伊的世世代代永远会当认捌上主的信息甲恩典。所以伊有这个责任。伊爱互世世代代拢会当延续不断来讹落上主。希西家伊袂当永远活地，伊只有是传承这种对上主的认捌，互伊的世世代代。所以这个讹落上主，就会当一直不断来得到延续。这种传承毋是只有嘴在讲，乃是用生命在见证。当下一代看到顶一代伫困难的中间犹原信靠上主，伫痛苦的中间犹原讹落上主，伫试炼的中间犹原坚持信仰，因就会看到安尼信仰的体会甲见证，深受感动，然后继续来保持这款的信靠。经节的20节嘛是这首诗歌的结论。伊讲上主要拯救我要一世人伫上主的厝，用弦乐伴奏唱歌。希西家经过遮尔重的病，甲伊好起来，受上主来医治了后，希西家对伫上主拯救的能力，伊有更较深的认捌，并且有更较坚定的信心。伊确信上主若是要拯救，就拯救到底。伊伫遮经节所讲的，讲上主拯救我，然后阮要一世人来学了唱歌，讲伊拯救的是我，但是阮要做伙来学了。希西家伊所表达的，就是讲伊毋是只有我来经验，伊无爱一个人来单单敬拜，伊乃是爱整个其他的人，整个的群体做伙来敬拜。因为伫即个中间，互更较侪的人会当来经历上主的同在，
所以希西家讲，伊要一世人拢踮伫上主的厝来用弦乐伴奏、唱歌，用音乐敬拜，因为音乐带着气力，会当来表达出言语无法度表达迄种的情感，会当将内心的这种感受、感谢，拢会当来转化做水的音乐来颂赞阿拉上主。所以感觉唱歌就是伊上介好的见证。伊要伫圣殿的中间，甲其他的人来分享安尼的见证，互更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上主的恩典。这拄拄就是伊所讲，我要为你来活，真具体的实践。这嘛是一种伊对伫承受恩典了后所产生感恩的心的一种行动。这嘛拄拄表达出伊真实、时时刻刻拢要活踮伫上主的面前，即款的人生。我想即段经节对伫现在的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提醒，会当带互咱一寡反省。头一个就是，咱会当去认捌咱所倚靠的上主，是一位咱无通得闪的上主。希西家的经历甲咱讲，永远伊破病的是上主，然后唯一会当医治伊、拯救伊的嘛是上主。所以，伊爱这位互伊痛苦源头的上主来消除拯救。这看起来咱亲像真矛盾，但是实际上嘛显示了上主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是完全踮伫一个有主权伫掌管的地位。上主毋是咱会当选择性来相信的对象，因为伊是咱的生命中间一切的事件上界落尾迄个掌权者。希西家嘛提醒咱，生命中间的每一个处境，拢踮伫上帝的手中。伊用阮苦难，然后伊嘛要解决咱的困境。真正的信仰，毋是操作逃闪困难的方法，乃是学习伫困难的中间，悠然倚靠上主。再来，希西家伫伊病痛的中间，伊经历信仰，带互伊生命是有成长的。开阔伊属灵的眼光，伊无伫遐咱亲像家己当作家己是坚强，伊乃是真真实来表达承认家己的内心的惊吓甲不安，甚至伫伊声真细、无气力的时阵，伊犹原无停止向上主来祈祷。就咱亲像咱会当去体会伫困境的中间，咱会问讲：为什么是我？我相信伫希西家的心中嘛是共款，为什么是我？伫迄个真挣扎的中间，然后转到伊会当讲，我会当讲什么啊？这是一种到落尾伫挣扎、行往幸福的一个过程，嘛拄拄是咱每一个人会当伫困境的中间，需要去经历一种属灵操练的过程。诚做基督徒。咱来到伫教会，或者伫世间咱活地，咱无需要抵真济无共款的面躯，因为上主所接纳的，就是咱真完整、有限佮软弱的人生，嘛包括咱内心常常的挣扎、惊吓不安。任何的处境拢袂当隔断咱甲上帝的连结。关键是啥物？咱需要不断持续甲伊保持对话。伫挣扎的中间，咱才有法度对上主有较深的认捌，然后学习对伫挣扎行往幸福顺福。希西家讲，我要为主来活，我要为主来活，单单为着伊来活。我想即种的信仰的体会、宣认，嘛改变咱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理解。因为现代人常常用工作的成就，或者是咱的财富。咱的地位来看咱生命是毋是有存在价值，但是希西家的经历甲咱讲，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虽讲短暂有限，但是上主伊是咱的倚靠，掠伊做生命的中心，咱的生命才会当有真正的意义。所以面对死亡的时阵，希西家所惊的毋是失去王位，或者是伊的财产无去，伊所烦恼的、所惊吓的是。袂当阁看到上主，伊甲上主的关系隔断，甲人的关系隔断，所以嘛提醒咱讲，无有上主的性命，只不过是存在；只有上主的性命，
拥有伊，咱才会当真正来活地。希西家通过面对死亡的冲击，边得到医治了后，伊重新去排列伊生命的优先的次序。伊发现，只要是活地的人，必须爱称赞上主。意思就是讲，活地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学乐上主。希西家伊边得到好了后，伊学习去珍惜伊每一天的生命。伊无搁再甲一身躯的健康或者是平安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对咱来讲，每一天嘛是为着上主的保守，咱爱心存感谢。这种感谢、感恩的心，会带予咱的生命去体会迄种喜乐。希西家爱伊提醒咱讲，爱护所有的囝儿，拢在上主的信息。这嘛提醒咱信用传承是非常要紧的。爱将上主的恩典来分享给后一代，毋是只有嘴咧讲，重要是咱在经历啥物，伫咱的困境的中间，咱是毋是会当活出活的见证，活点伫上主的面前。所以我想年轻的时代，或者是细汉囡仔，拢在看伊所看身边的人，是怎样伫困难的中间，在敲找上帝，倚靠上帝。所以我想，对伫这种信仰的传承、甲感染影响力是非常要紧的。希西家讲，咱着爱唱歌，是咱，毋是我。所以个人的经历需要带到群体，不断来做出见证。因为真正的感谢，毋是一时的情绪的反应，乃是爱持续一生来做生活的见证。这个态度是一生的。是整个的人生，拢愿意对上主的恩典来做出回应。所以希西家以这首的俄罗斯，互咱去会当去知影，去为用阮咱经历苦难的上主，嘛是为伊会当拯救咱脱离困难的上主。咱只有伫伊的主权的中间，学习、倚靠、甲顺服。对伫希西家的经历的中间，咱嘛看见生命真正的意义是在伫甲上主来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当死亡的威胁若是到我的时阵，希西家伊所烦恼的，毋是袂当看到，伊所烦恼的就是袂当看到上主。所以咱会当重新来检视咱对人生的想法，咱是为虾米来活的？咱逐工在努力，在敲找。到底是啥物？咱是为虾物在活？是为着财产、地位，还是为着要互迄位创造拯救咱的上帝会当得到上赞？希西家伫苦难的中间，伊属灵的成长，是对伫惊吓到伫幸福，对伫挣扎埋怨到伫感恩而乐。这嘛是咱伫困境的中间，咱恳求上帝要伫咱的身躯顶来成就迄个美好的稳定的工作。所以困难毋是要拆毁咱，乃是要塑造咱，互咱会当更加亲像基督的活命。希西家的感恩毋敢若是停留伫个人的层面，伊将伊的恩典要传承予后一代。所以信仰是整个群体的见证。咱需要伫逐款无共款的迄种苦难困境的中间，将咱所经历的恩典来分享。所以，当咱若是面对人生的挑战，咱需要搁一摆来想起希西家伊信仰的宣告。伊讲：“我要为你来活，单单为着你来活。”互咱伫任何的处境，犹原倚靠上帝。所以，咱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天的早起时精神的时阵，咱就会当问家己：今仔日我要怎样为着上主来活？每一天伫暗时要休困的时阵，咱会当来反省：今仔日我减有活出学乐上主的活命。互希西家伊所做这首俄罗斯伊的信仰的告别，或者是讲伊的见证，毋是干那一个历史的故事。乃是真做咱每一个人生命会当转化的起点。愿咱会当亲像希西家同款，将整个的人生拢献上当作活祭，来真做上主荣耀的见证。互这个世代会当活出为着上主来活，或者是讲活伫上主的面前，
即款美好的生命。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掌管一切的上主，感谢你通过彼世界的经历，永远来讲话，帮助阮伫人生的困境的中间无倒闪。阮会当学习是转向你，伫软弱来经历你的恩典，帮助阮会当亲像彼世界同款对你讲：主啊，阮要为着你来活，求你更新阮的心，互阮会当无搁再为着家己。乃是为着疼阮、拯救阮你来活，愿阮每一位的生命，就若亲像一首俄罗斯，毋是只有喙唱心和，乃是用整个的人生来讲起你奇妙的作为。求你使用阮的见证，将你的信息来传扬，也互阮真真实活伫上主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来得到荣耀，直到永世代。愿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245首，厝若毋是主甲咱起。圣诗第245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坐。这点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的终止，也为着这个战争中间受难的这个百姓来祈祷。第二，请为着基督徒公共参与甲社会多元的对话来祈祷。第三，请为着缅甸的赈灾的重建，甲坚固宣教士的服侍来祈祷。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这点，请廖宪明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主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调给阮伫遮来领受你的话语。即时，阮嘛将下面的大多数项恭敬交托伫你的大权能手中。即马国际结束10分的动乱，特别是以色列甲伊朗正开始烧战，侪无辜的百姓因此受苦。阮求主你阻止战争扩大，互集权政权的统治早日结束，退出历史，嘛互偏南中的人民拢会使平安、紧紧重回正常，得到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
阮嘛为着基督徒伫咧公事务的参与，甲多元社会对话来祈祷。望基督徒拢有你所想事的智慧甲勇气，我靠天国内的真理为根基，活出生命的见证，创造好的社会模范，嘛互性命会得到阳光。当时，阮嘛为着缅甸大地动了后的复兴，甲奉派当地传教士的服侍来祈祷，恳求主你坚固当地居民甲传教士的心智，伫咧复原的过程当中有信心、有勇气，彼此互相扶持，嘛会使得到各界教育的资源，特别是来自你的帮助，顺利度过这个难关。我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来奉献。请大家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碟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第一，咱伫礼拜中所传讲的信息，第一以赛亚就是对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的部分。伫要伫6月底来过一段落，牧师团有决定对7月份开始要来传讲腓立比书。同时，今年也是尼西亚圣经1700年的纪念，所以伫传讲的信息中间会结合尼西亚圣经来做宣讲。对8月底开始，才搁接续传讲第2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到55章的部分。请兄弟咱批判心，咱也会当先
暂厝来读即个腓立比书甲尼西亚圣经，帮助咱来认捌圣经的信息。第二，儿童主义有举办暑假耍水的活动吼，欢迎亲子做伙来参加，时间是7月初6，对11点开始，请大家会当踊跃来参加。第三，咱教会有学生的团契吼，目前是各个学校大家咧选填志愿吼，请大家来鼓励咱身边所有咱的青年会当来参与吼。咱的学生团契有包括大专生，也包括研究生，甲一寡社会新鲜人吼。聚会时间是拜六的暗时6点到8点吼，伫咱的主日学教室。大家若有即方面的学生的消息，会当传达互家里传道，嘛会当介绍互我吼。第四，咱2024年的奉献证明，咱有照国税局的规定来传播伫网络顶悬吼。若是需要纸本的兄弟，会当办公室来登记。第六，守护台湾的祈祷会，伫咱每拜五暗时7点吼，伫大礼拜堂来举行。即礼拜要请张嘉文牧师来做信息的短讲，请台湾教师联盟的潘伟佑理事长来做处境的分享。第七，人权电影超找汤德章的放映会吼，这是一部对日本统治的时代到228受难的纪录片的历史吼。放映的时间是6月22日暗时6点半，伫大礼拜堂。有请到正台教授薛化元，甲这部电影的导演黄明正以及制作人连真慧来舞台，请本教会龚昭勋兄弟来做主持吼，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七，咱本会甲基督新兵协会派驻伫缅甸的宣教师要回国，咱有邀请伊伫7月12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伫教会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伊伫缅甸的福音事工吼。第八，咱2025年的暑期儿童营要来开办，时间是7月初1到初4，拜2到拜5总共4天。对透早8点到暗时吼，互家长会当放心，互囡仔当伫遮会当规工吼。伫7月初3拜4的时阵，会到日东花园来做野外的礼拜。咱的儿童营需要侪的童工辅导青少年的童工，欢迎大家来报名协助。也会当邀请咱身边有国小的儿童吼，拢会当来参加吼。国小教育地方的拢有吼。以上报告，即点请牧师来做介绍。头一个要来介绍，今仔日第1摆伫咱教会做伙参与聚会的江俊义和陈玲夫妇，请恁会当伫后壁嘿，请恁站起来，我欢迎恁。好，请坐。过来要来介绍韩祖义，哪伫吗？到伫？伊是对伫新加坡来台湾旅游吼，嘛是头一摆吼来到咱教会。只是请咱兄弟咱彼此来请安。咱三甲来吟上咏圣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大家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
愿你离开这的时，心中带着希西家的信心，手中带着希西家的使命，喙中带着希西家的学乐。愿恁伫新的一礼拜，每一天为着上主来活，每一刻经历伊的同在，每一步拢行伫伊的恩典中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主的慈爱、圣神的感动引带，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免。请坐，灭岛避会。若是需要代祷的兄弟，咱会当到外面的雨伞卡有同工会来为你代祷。